聖經俾我哋見到，傳揚福音要喺不同嘅地方、不同嘅場合、不同嘅群體當中，所以所羅門團契係一個最合適將福音傳俾人嘅地方，特別係傳俾喺社會上嘅商人，佢哋去到禮拜堂或者覺得不方便，於是所羅門團契就係一個最好嘅媒介，引導佢哋認識耶穌基督，佢嘅福音歸向天父，成為天父嘅兒女。機智相會，我盼望佢唔單止係一個團契咁樣，亦都製造一個平台，能夠使到基督徒嘅商人喺嗰度能夠製造商機，嚟到互相幫助，能夠喺呢個社會嘅當中取之社會，用之社會，能夠喺加拿大呢個國家為主作見證，成為一個嘅明亮嘅燈台。我哋好感恩能夠有呢個機智相會，結集各行各業商界嘅人士、基督徒嚟到為主作見證。我哋好多個朋友，佢哋未認識主嘅，我哋知道人生你得着幾多嘅錢，做幾大嘅生意，都唔能夠得一個豐盛嘅人生。我哋認識主嘅人，我哋知道喺基督耶穌裏頭，我哋揾到一個豐盛嘅生命。所以呢班基督徒嘅朋友、商界嘅朋友，希望藉着呢個平台，能夠同佢哋所愛嘅商界嘅朋友嚟到作見證。喺一個公開嘅場合裏邊咧，偶然遇到 Hugo， 交信咗呢個朋友，咁佢邀請我參加呢一個機智商會，各類型唔同嘅活動。參加咗幾次之後咧，就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特別嘅機會，一個好新嘅平台。自己以前從來都冇咁嘅方式嚟到去接觸過嘅。呢一個平台可以話咧係幫助教會同埋咧商界嘅朋友建立咗一個新嘅橋梁。藉住呢個橋梁咧，讓商界嘅朋友嚟到認識我哋信耶穌嘅人所信嘅，亦都讓信耶穌嘅人咧認識一啲商界嘅朋友。透過互相嘅交流咧，無論係喺信仰上面啦，或者喺生活上邊嘅交流咧，我哋覺得咧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機會。正如佢個名叫做機智相會，讓基督嘅智慧一齊嚟到去有交流，讓世界嘅朋友，讓福音嘅弟兄姊妹一齊將福音同埋生活。係成立呢個機智商會已經2年嚟，但係我哋睇到好多嘅牧師，有好多嘅社區嘅領袖，同埋好多弟兄姊妹嘅幫忙。好似聖經講嘅，萬事嘅互相效力，叫愛神嘅人得益處。我哋知道，即係做呢個嘅商會，一定係要好多嘅人士嘅各方面嘅群策群力。即係我唔係算得什麼，即係我都再次嘅感謝神俾我有呢個機會喺呢個嘅個福音上有份。我哋都係再次嘅將所有嘅榮耀頌讚歸俾神，直至永永遠遠。感謝主。即係機智相會嘅時候咧，就可以達成呢個嘅目標啦，嚟到讓我哋更多喺社區、喺各行各業專業嘅人士嘅基督徒能夠係發展佢哋做鹽做光呢個使命啊！所以變咗呢一個嘅工作咧，係我哋好願意嚟到真係集合埋教會眾人嘅力量嚟到去伸延到一個嘅社區性嘅接觸，能夠讓我哋嘅信仰即係唔係單單得個講字，而係真係好具體嘅活在呢一啲嘅社區裏面嚟到見證神喺人身上呢一個嘅救恩嘅功。喺呢個我哋嘅社會裏邊，正如當年嘅所羅門王，佢要求智慧，從神而嚟嘅智慧係幾咁重要。喺加拿大即將就任嘅新總督Johnston 博士，佢係經歷過做2個著名大學嘅校長，而家更加係被委任做總督。佢都話經過咁多成功之後，佢而家更加體會到
喺人生裏邊屬靈嗰個智慧係幾咁重要。所以我好欣賞係基智商會喺人生嘅各方面嘅層面嘅智慧裏邊，再進一步鼓勵商界嘅朋友係去尋求從神而嚟屬靈嘅智慧。我祝福大家。基智商會呢，我真係可以覺得用2句説話，好簡單嘅説話形容得到，就係基督愛心會精英，智慧源頭創新機。無論我喺商界嘅時候，或者做牧師嘅時候呢，都有好多人同我講過，話人生的確係變幻無常。但係喺呢段時間，我真係可以睇到好多人，無論係基督徒或者係非基督徒，喺基智商會裏邊咧，都好似一齊揾到一種不變嘅愛。唔單止係大家可以享受到從神而嚟嘅愛，亦都可以喺當中分享到呢種不變嘅愛，我覺得好特別。同埋呢，我哋靠住神嘅智慧，靠住智慧嘅源頭，真係可以創造一啲新機。而呢啲新嘅機會呢，又豈止於係商機咁簡單呢？更多我哋可以睇到嘅就係有好多人可以揾到生命裏邊嘅更新，真係好可貴呢樣嘢。我真係為咗呢啲而感謝神，覺得好舒服。咁通過唔同嘅基智商會嘅聚會之後，我慢慢認識咗神，更加深入認識咗唔同嘅教會，而之後令到我好感動。喺2010年嘅4月4號，我終於通過基智商會嘅鼓勵，就受浸成為一個我相信真真正正嘅基督徒。咁我鼓勵咁多位，如果喺生意商場度做事嘅，佢考慮緊可唔可以成為一個基督徒呢？咁請你嚟到基智商會嘅聚會，咁我可以同你大家分享下。多謝。自從我1年半以嚟，我參加咗呢個基智商會，認識咗神，同埋響受浸嘅聚會，我發現唔單止響商機大增，而且響呢段時間我遇到嘅困難同挑戰都能夠順利咁度過。好似信咗耶穌以後，神就時時刻咁照顧我同引導我，唔係冇困難，而係靠住神嘅力量，可以唔逃避咁面對一切嘅問題。所以借住響呢個機會，我要同大家講，基智商會係一個絕對可以幫到你嘅平台，希望大家踴躍參加。多謝。基督徒嘅其實係好幸福，因為創造我哋嘅神、掌管宇宙嘅神，佢亦都係愛世人嘅神。佢係叫我哋基督徒係作為佢嘅兒女，得到佢嘅福氣。不特止，佢仲係差遣我哋，叫我哋將呢一個好消息帶到全世界嗰度。咁喺上1、2代，我哋神嘅兒女已經將呢一個好消息係帶咗去，譬如醫護界啦、教育界啦、社工界，但係仲有好多地方我哋去唔到嘅，可能因為教會大多數時候係取其意，叫人嚟而唔係出到嗰度。咁喺商界、喺市場係一個我哋相當落後嘅地方，但係而家有基智商會呢一群嘅弟兄姊妹組織起嚟，真係能夠幫助教會，唔單止叫人嚟教會聽福音，仲係將福音係帶咗出去。所以係我哋為着基智商會係好感謝神嘅。